后来继续来看 F-16V 的战机载落海，国防部长顾立雄讲有侦测到乌鸦仔的讯号，但是这个讯号是断断续续停咧刷咧，嘛已经请专业的专家来定位，若是状况许可，会把这个乌鸦仔好上化。 海巡人员伫甲板的时阵，海面就是无想要错过找到飞官新北嘅任何一点线索，编号6怪东东 F-16V 战斗机，伫七日失事坠海了后，今日空军出动军机6架次，海军海巡嘛分别出动2台甲7台舰艇，地面部队嘛出动183个人，轻中型的战术车有47台次。国防部长顾立雄针对所求的任务，有讲到上新的进度。 现在派了专业的船只去做一个这个定位哦，有一些断断续续的一个信号出来。这个海象这个好的时候出港，然后再做一个确定的这个黑盒子的定位。总算有一个线索，以地图来看，当初 F-16V 战斗机成为花莲空军基地出发。 后来伫关渡1700英尺、31海里的所在，光点就消失去啊。其中花莲外海水深差不多是1000到3000公尺以上。若是讲 F-16的乌鸦仔落伫这个所在是1000公尺以上，乌鸦仔伫船上声波的时，会因为无共深度的温度无共，影响到乌鸦仔信号的品质。加上漏水甲海上会互乌鸦仔刷叮当，嘛可能因为飞行机残骸地条的地势信号无稳定。下去的地形。 或者飞机的状态，比如说它是倒飞的，或者是它钻到一个洞里面去了，它都会造成那个讯号不是很稳定。那它有一定的时间性，这个时间性根据环境各方面会有不一样，大概2个礼拜到30天。经过了解，来当掌握清楚的信号，未来海军将会委托打捞船，采取声呐甲听音器掌握标定位置，并且启用最下点仔机确认物件了后，伫情况许可下，就用机器手，也是用调的方式处回乌鸦仔，要互 F-16失事的原因会当真相大白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